为了要防止这非洲猪只摊开，屏东县禁止外县市的喷入来到屏东。不过，万丹有一大铁幕场，因为在内要处理的喷呢，内面有南外县市的，而且超量，去互环保局禁止入去到焚化厂。想未到业者自配搁载2台要来车要来倒，也若环保局是动议无法随报警处理，也甲这个2个人移送地检署，法院裁定2人交保。环保局员工甲载喷的业者2人 QQ 六六，后壁搁对一台载喷的车，员工安怎动都动无惯，只好报警处理。环保局讲，路车背过甲塞车载喷的人是万丹乡一大铁幕场业者，进前载超量搁偷南外县市的喷来导航发现，已经禁止因过来。想要到28中道业者去批评，照常载2车过来硬要倒。在我们禁止他进场之后，他本日强势进入我们的一个厂区来请到处理，亦有妨碍公务的一个情形。我们已经请警察单位协助制作笔录，并已请地检署侦。警方到场，除了当场查扣车辆以外，嘛甲2人移送地检署侦办。屏东地检署透明侦讯，按照违反废清法、妨害自救、妨害公务等罪嫌，向法院申请羁押。立法院29裁定，肇事的业者甲塞车卸任的司机2人分别以9万甲2万交保。记者打电话给业者，想要了解代志发生的过程，业者表示无方便讲啥。交给警方处理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好。被告2人之犯罪手段系将废弃物送往坎顶焚化厂处理，非倾倒于其他违法之处所，另考量猪瘟期间政策变动之特殊性，各以新台币9万元、2万元拒保。环保局表示，因为非洲猪这一代志，屏东县严格管制喷的载喷甲处理，业者处理喷有合法资格，逐个月量是72吨。不过最近干那这4天就载超过87吨来倒，已经违法。除了追究刑事责任以外，也直接取消业者处理喷的合法资格。记者柯宾在柯家族柯朝阳屏东采访报道。